大家好，我係蕭德良，我喺度宣布，我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2027。雖然同以往比較係早咗啊，不過因為我依家咧係冇任何支持嘅，所以我需要提早宣傳。如果大家記得我咧，我喺上一屆咧亦都有參選過嘅，不過點解好少見我宣傳呢？原因係依家嘅傳媒咧，只係報導佢哋自己中意嘅嘢，包括裸跑啦、桃色新聞啦、名人罵戰啦，呢一類咧就係傳媒日常主力嘅報導，而好少會報導令社會變得更加好嘅事情。呢一個唔係講笑，香港傳媒唔會認真思考乜嘢先至會令香港更加有文化、更加文明，而只會標奇立異吸眼球。不過我又唔會逆流而行，所以今次我會用誇張嘅手法，達到迎合香港傳媒嘅口味，以達到幫助我爭取宣傳。今次我會用科學家嘅形象去參選，我講求嘅係合理事實。今次口號會係用下腦，國語會比較文雅，大家可以理解成為動腦筋。我已經喺 Facebook 上面開設咗一個群組，大家可以入嚟參與討論。而因為 Facebook 同埋各群組咧都有打壓言論自由嘅習慣咧，所以我咧就開咗多個帳號嘅。因為以往我都被鎖好多次㗎啦。如果想分辨呢一個係咪真係嘅我咧，我建議係睇呢一個帳號講嘅嘢有冇用腦。冇嘅話咧，大家唔使睇啦，呢一個係假嘅。上屆有人話我用舊政綱，結果選出一個冇政綱嘅特首。大家可以睇到，其實好多人都唔明政治，以為用信念、用理想就可以令到社會變好，就好似西方選舉咁樣，講咗嘅政綱有幾多樣可以做得到，大多數連一半都冇，甚至破壞前人所建立嘅根基，浪費時間、浪費資源。我就唔會玩呢一啲嘅遊戲，我係一個科學家，簡單直接。我會盡最大嘅努力去帶領香港成為有史以嚟最高智慧嘅地方。呢一個唔係吹水，只要大家睇晒我嘅宣言就會明白點解我要參選。最大原因係香港管治團隊都係一班蠢材擔任。我所見到嘅香港有兩樣被嚴重破壞嘅嘢，就係中國人幾千年一直推崇嘅高等文化、智慧同埋道德。我做特首嘅第一原則就係要喺香港重現翻呢兩樣嘢。近年我哋可以見到由英國管治時期所培育出嚟嘅官員點樣用唔知、我睇唔到、我唔記得、我相信同埋唔關我事嚟到做管治。呢一個趨勢係全世界嘅。正如我上一屆所講，儒化可以容易管理，所以各國教育咧都係傾向儒化人民。而依家嘅香港咧，正正就係融合晒所有英國管治時期留低落嚟嘅陋習。大家見到世界分成兩邊，但無論企喺任何一邊，都只會令社會更加傾向戰爭，令貧窮更加貧窮。點解會咁？其實呢一啲正正就係儒化時代嘅產物。互鬥令到政權穩定，唔會挑戰掌權人嘅智慧，但同時亦都製造社會矛盾。香港喺英國管治嘅時期咧，實施咗連英國自己都唔用嘅教育制度——填鴨教育。填鴨教育只係着重於知識，而忽略於德行同埋智慧，令香港人變得不分好壞，只會跟從命令行事嘅傀儡。而我提出3點主要嘅文化教育：第一，愛心要升格成為道德。西方教育最洗腦嘅地方咧，就係愛心。依家啲人咧已經分唔清愛心同埋道德嘅分別，以為有愛心就係高尚嘅道德表現。其實大家見到關愛座產生幾多嘅紛爭，就知道愛心咧其實係點樣破壞社會。講愛心嘅文化其實係幾咁低。第二，規則要升格成為原則。已經好耐見唔到有人提出做人要有原則，只係見到一係就守規則，一係就要自由，完全係冇任何變通嘅。填鴨教育令到香港成為一個一按本子辦事嘅地方，不理會後果，亦不理會目的，只求跟規矩做事，甚至有守規矩就當成係原則嘅低等文化。第三，知識升格成為智慧。高分低能，大家應該時常聽到，係形容有知識而冇智慧嘅。點樣將知識提升成為智慧？呢一個就係我今屆會做嘅重點。喺呢一個範疇，
我可以講，除咗我之外，不作他人選。我再詳細説明第一點同埋第三點。首先講道德，例如社會越來越多學童喺學校受欺凌、空中飛人，我歸咎於依家嘅校長選人唔係選有道德嘅人，而係選有利益嘅人。呢一個方針當然係解決唔到欺凌問題。不過即使我用誇張嘅手法去宣傳，有啲嘢做唔到就係做唔到。我唔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改變社會道德觀念。正所謂10年樹木，百年樹人。我當然可以訂立道德法律，唔跟法律嘅就犯法。但係呢一個做法好快就會俾人喺細微嘅地方突破。呢一個做法直至社會崩潰都唔會有一個好嘅效果。道德只可以教育，但教育唔可以一朝一夕。所以我會喺任期內打好基礎，讓人民向正確嘅方向行。要實現道德基礎，另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唔可以求其講愛心，求其講良善，而係需要依靠我之後所講嘅智慧，先至可以把愛心升為道德。至於智慧，我可以喺一個短時間內教育市民。我借禪宗嘅用語，直指人心，明心見性，見性即頓悟。如何直指人心？正如我之前所講，全世界教育都傾向愚化人民，結果就係造成今日社會只按本事辦事。想改變呢，都會被視為破壞規矩而加以壓制，令到社會不能進步，反而喺無盡矛盾之中，人民互鬥，讓社會步入衰退。香港經濟堅定嘅基礎呢，變成借貸度日，未破產前呢，都仲可以風光一時，看似政權穩定，但係破產先醒覺呢，已經係補救唔返啦。既得利益者同埋有智慧者呢，都會選擇移民，而留返喺度移唔到民嘅人呢，就只有喺度受苦啦。我個人好怕同好憎留喺一個由蠢才管治嘅地方。我討厭唔合理嘅事情，例如宣傳合法投票呢，會係犯法嘅。唔小心過馬路案審訊長達91日呢，而唔需要理會後果。電單車手被阻礙而死亡，有影片，但係居然查唔到證據。更離譜嘅係，一個局長接受訪問嘅時候被問130億之中用咗幾多，答案居然係奧妙之處在於你唔知用咗幾多。呢一種嬌條扭擰嘅表達方式，其實只係我唔講俾你知，而我理解到嘅係你唔想交代，因為你羞恥於做過啲乜嘢，更可能係你羞恥於乜都冇做過，或者乜都唔成功。對於呢一種全無責任嘅官員，我真係覺得香港好失敗。更失敗嘅係，我見到香港越嚟越多呢一類人同埋呢一類嘅官員。要一個地方強大，我諗起一套西片，關鍵少數。黑人數學家對住太空總署嘅阿頭咧，講明依家嘅情況，而阿頭為咗令太空總署變得更強而改變政策。我依家做嘅就只係黑人數學家嘅角色，而我唔係伽利略，我唔識權貴可以保我唔受石刑，我唔可以要求香港所有嘅人都有智慧，識得為社會着想，思考如何變強。所以如果我今次仍然得唔到宣傳嘅機會，我只希望可以俾我離開，去另一個可以令我安心講合理事情嘅地方生活。我只要求有時翻嚟談下我家人就可以啦。我究竟有咩資格？好多人懷疑我究竟有咩資格能力去擔任特首呢一個職位。資格嚟講，我相信我愛國愛黨嘅程度只會比其他人多。首先，我會將我收入嘅一半捐出嚟回饋社會。我未見過有愛國愛港人士捐出自己嘅長期利益，反而我見到嘅係一叫班官員去減薪，同香港共患難，佢哋只會抄牌、加稅、加垃圾費，將問題推俾社會。如果有人認為我捐一半人工為慈善都唔夠呢一班小個賓都唔制嘅管治團隊愛國愛港嘅話，我可以同我出聲。我喜歡有意義嘅討論。我有咩能力？大家睇到今屆嘅特首能力係點？就係逃避現實，坐喺度蠶食社會。呢一方面我真係冇咁嘅能力。我身為一個科學家，我只會有能力帶領大家去理解以前唔知唔明嘅嘢。當然我亦唔係魔術師，睇唔到嘢嘅人，我唔能夠令到佢開眼。
冇腦嘅人，我亦都唔能夠令到佢有腦。大家可能會認為我喺度亂講，但我可以同大家講，即使邱成桐一樣只會教出蠢材，花幾億成立嘅數學學院，最後只會教出高分低能。點解？因為佢哋讀嘅書係冇教乜嘢係智慧。我會由1+1等於1+1開始，重新教大家認識事實，而且會加入中小學課本入邊。有我嘅帶領，香港足以成為世界最有智慧嘅城市。從上一屆參選我得到嘅經驗，香港人同埋傳媒咧就只會睇我第一個宣言嘅，之後就會一直減少。所以整體埋我今次整個宣言，睇完之後你就會知我點樣令香港人喺智慧上有所得益。我嘅政治立場係點呢？我屬於政治冷感嘅中立人士，我只會集中喺如何令市民生活得更加好、更加快樂，而唔係如何規管所有事情，更唔係好似依家嘅政府咁，除咗國安之外，所有事情都做唔好。正如之前所講，我希望有一班有腦嘅管治團體幫我，而唔係我自己單打獨鬥。單打獨鬥咧就冇意義嘅。只有大家用智慧去解決問題，令人民開心，先至有意義。日日叫防依個防嗰個，當然會有個人嘅得益，但整體社會唔會有進步。大家放低爭執仇恨，為未來建立理想安心地方，呢個先係重點。即使我可以帶俾大家智慧，但係冇一個安穩嘅地方，又點可以發揮力量？事實要認清，仇恨要放低。呢一個就係我解決爭執嘅方法。我認為政治鬥爭到呢度應該完結啦，應該改成為人民幸福快樂而鬥爭。我成為特首之後咧，會採用大和解方案。721事件47人案，包括所有人，係所有人都會爭取寬鬆處理。尤其何桂藍，我喺721事件直播咧係睇住佢被人打嘅，所以我認為應該寬鬆處理。我會參考兩件事，一個衝紅燈嘅交通警而導致有人雙腳割除事件，但係有多位警界人士寫求情信。第二，李陸都可以返大陸生活，借鑑呢兩件事向法庭求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兩件案我會向法庭求情，不過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3位我就求情唔到啦。因為我只會做對社會有利嘅事情。另外襲警使用武力暴力咧，亦都唔會求情，因為我只會做對社會有利嘅事情。另外襲警使用武力暴力咧，亦都唔會求情，佢哋係應該受到懲罰。而駕駛電單車衝入警隊人士已經知錯，幸好佢冇對任何人造成傷害，呢一個我都認為可以寬鬆處理。要達到團結人民，我唔需要製造假想敵，因為我已經得到人類終極嘅智慧秘密，唔怕被其他人挑戰。大家想鬥嘅可以面向我同埋我嘅政權，接受批評，令市民生活更加好，呢一個亦都係智慧。當然，教市民批鬥政府，呢一個絕對唔係我嘅目的。我嘅目的係教識市民，要求更高嘅道德操守，而唔係無的放矢。而我更需要嘅係一班用腦嘅人，同我一齊去教育呢一個愉快嘅時代。我會用最高嘅智慧融入自然，用最自然嘅方式進步，而唔係一味死衝。大家應該對我嘅管治理念有初步嘅認識。如果想再深入了解問題，歡迎去我 Facebook 嘅群組公開討論，我會親自回答。好，入到正題，我嘅政綱。之前講咗，有人話我用舊政綱有問題。我認為香港嘅問題唔係近一兩年發生嘅，已經係10幾年嘅累積，所以我寫嘅嘢任何時候都用得着。不過既然有人要求，我亦會滿足呢啲人，整理出戰嘅政綱，而且加入核心計劃，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今次我用嘅選舉口號係用下腦。為何政府動盪，市民不安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在於管治方面。由97香港回歸後到現今嘅管治都屬於不合格。英國政府以填鴨教育製造一班冇道德要求、冇能力要求、以擦鞋為目標嘅管治層。以往紀律部隊要放所謂嘅事頭婆喺當眼處，
以討好外國人為升官之用。呢一招當然受用，外國上司當然開心，但就苦了市民。回歸後，官員呢一個心態亦都冇改變，做事往往只係為討好上級，而唔係用下腦去解決問題。核心計劃，香港就係全世界，全世界就係香港。我會喺今次呢一個宣言入邊加入新元素，除咗舊政綱之外，我會包含一個核心計劃，就係啟動香港就係全世界，全世界就係香港計劃。喺 AI 同埋香港嘅金融實力幫助之下，香港人嘅眼光將會觀望全球，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非現在困喺一個小嘅地方。除一帶一路之外，我會同所有嘅地方合作。香港人可以喺異地生活及工作，以香港作為一個中心點，集中以智慧同埋科技聯繫全世界，以緊密嘅方式，包括法律同埋金融，擴散香港去其他地方。電腦有一句術語就係分散式系統，我會讓香港成為分散式香港。當然呢一部分係需要中央嘅幫助，始終全世界同香港競爭嘅地方好多，佢哋唔會用合作嚟到達到雙贏，只會用獨佔令到其他地方落敗。即使佢哋自己都贏唔到，世界就係有呢一啲競爭㗎啦。而香港要作為世界中心，政治中立係必須嘅，不參與大國競爭，只求合作多贏。就以以前嘅瑞士為例，宣佈自己係中立國，就可以得到全世界無條件嘅資金流入，所以得到中央支持係好重要嘅。基本發展，用下腦，使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第一，香港只適合政治中立，以經濟為主，參考奧運會安排嘅形式，訂立禁止侮辱任何國家元首罪，吸引世界各地資金及香港為行政首都，不參與任何形式嘅政治運動，只提供一個穩定而高質嘅生活環境，不求民主制度，亦不實行共產主義，不追求人人平等，只追求市民安享生活。第二，打造世界村，放寬移民嚟香港，想為香港社會付出嘅人都有機會入嚟，以貢獻香港為條件，用納稅嘅總數代替年期。喺未入籍之前，每年會收取50% 嘅稅款，達到目標之後先至可以喺香港入籍。入籍之後，同香港人嘅福利稅制一樣。第三，對於不認同香港管治制度同埋價值嘅人，我亦都會同時爭取佢哋可以去其他不同嘅地方生活，讓佢哋可以自己去尋找適合自己生活嘅地方。第四，研究喺香港以外成立姊妹城市，喺香港融入不同嘅文化，結合姊妹城市不同嘅特色，簡化出入境手續同埋簽證，簡化稅制，以達到擴充香港，補助其他地區嘅發展。第五，每月不同嘅文化重點宣傳，增加不同嘅國家節日介紹，加強香港國際都市嘅形象。所有嘅政府網頁加上 AI 翻譯，可以成為不同國家嘅語言。第六，檢討社會資源嘅運用。以往攞到社會資源嘅人，首先係出名而較好嘅人，之後拎到社會資源嘅人就係出名較差嘅人，最後先至係努力付出但平凡嘅人。呢一類人反而係為社會付出最多。我會更改政策，拎到社會資源嘅人就應該有限時嘅回歸社會，而唔係拎到資源之後移民走，或者係繼續蠶食社會。用政府嘅資源培育人才，係要令社會變得更加好，而唔係為佢個人嘅享受。第七，立法會引入外國嘅領事作為代表，多語言即時翻譯，姊妹城市可以一同參與香港嘅法例。雖然因為人數少而只係作一個形式嘅表態，但係可以帶出香港就係國際都市，亦可以增加香港嘅議員認識全世界各地嘅文化同埋佢哋嘅睇法。教育，增加以實用智慧為主嘅科目比重，齊來用下腦。第一，中文，以6書為中文嘅教育原則，
減少冇中文詞義嘅外文翻譯，希望減低崇洋嘅心態，學識得用中文去理解事物。第二，填鴨教育，重新定義教育嘅目的，推崇科學同埋數學，合併太空館、科學館、天文台或者其他科學資源，以統一嘅方式為市民提供科學資訊。第三，成本，檢討香港教育嘅支出係全世界最高等級嘅問題。第四，道德，現今世界就好似已經再冇人提及道德嘅重要性，即使大學教授或者學校校長都唔認為有道德係一個入息嘅要求，呢個正係令到社會向下嘅主要原因。我會恢復城市論壇，讓教育界嘅人士可以有機會討論道德係乜嘢嘢。依家嘅道德、公德、個人利益，應該話條線喺邊一個位置？取消政府部門所有嘅關愛座，以教育嘅方法推廣任何人可以自己衡量能力而付出去幫助別人。所有公共嘅地方都係非吸煙區，包括街上面同埋公園。而所有私人嘅地區、商場同埋食肆，則自己喺門外面明確表示係咪吸煙區。所有商場及食肆如有特別嘅條件，需要喺入口處標明，如小費或者衣着嘅需要冇明確標示咧，即係跟從沒有小費同埋香港嘅慣例。第五，運動，改革精英體育制。改變運動要嚟賭博或者比賽嘅思維，運動係要嚟健身娛樂嘅。學校體育課係增加健身同埋營養學課程。第六，改變加入考試計分制，例如用個人嘅成績為比較，而唔係用他人嘅成績嚟到比較嘅計分制。增加教育嘅方案。增加固定嘅補習班同埋 AI 嘅補習班，不分班級同埋學生自行參與。第七，參考外國嘅垃圾環保，以經濟為主，建立香港人嘅環保意識。第八，教育區議員用下腦自己管理自己嘅區域，唔好下下推俾政府處理，你哋自己都係政府嘅一員。好，全天候生活環境。用下腦會有更多自由、更方便。第一，日夜或者8號風球期間都要有足夠嘅交通工具，改變以往打風就要留喺屋企嘅觀念，增加個人工作同埋休息嘅自由度，提倡工作要輪班制，通過現代通訊設施進行溝通。第二，放寬個人代步電動車。如每秒5秒鐘內嘅電動車可以使用行人路，以個人代步為原則，放寬嘅地方由區議員自己決定。第三，漸進式延長公共設施嘅時間，以有需要為原則開放24小時公共服務。第四，取消規定工作時間，改為僱傭合約，需要訂明工作時間及 OT 人工補償。第五，取消2蚊車程，改為增加生果金補貼。管治政策嘅修訂，用下腦，增加收入，減低支出。第一，發展衛星城市以及現代科技，擴展香港嘅虛擬空間，以擴大稅基為目標。第二，檢討外國公司喺香港嘅稅率，研究增加外籍人士喺香港嘅稅收。以個人課稅不變為原則，喺香港揾錢就交外國稅，變成喺香港揾錢其實係要應該交多啲香港稅。第三，研究全球徵稅嘅可行性，收取非在港市民嘅稅項。第四，每年課稅改為每月課稅，呢個係暫定嘅，亦都唔知可唔可行。第五，奢侈品如煙酒稅率，以政府可收入稅率最高為原則，稅率每年會跟隨市民支付嘅能力而改變，不限制使用奢侈品嘅個人自由。第六，減少壟斷，開放市場，把衣食住行市場全面開放，
停止利益輸送，營造稅收最大化。第七，將法律分等，微小嘅罪行，例如掉垃圾或者行人不跟隨交通警指示過馬路，定為1個月可免除罰款1次，減低前線人員執法嘅困難。第八，減少大花筒支出，檢討13局嘅功能同埋需要，避免監督支出大於工作支出嘅荒謬現象，即係所謂嘅1人做事10人監督。第九，檢討醫管局嘅能力。第10，禁止政府捐款去其他災情嘅地方，會以低息貸款取代無償捐贈，減少不善用資源嘅情況，鼓勵私人捐款，但係唔會慷他人之慨代所有人捐款。免費服務，用下腦，那些是市民真正基本需要，而政府有能力支付。第一，提供免費嘅 AI 中文對外語翻譯，包括網頁同埋 API， 減低香港地區同埋國際溝通嘅門檻。研究使用 IPFS 或者 BT 以減低網絡需求嘅速度。第二，合併所有政府網頁同埋手機 Apps， 以一個入門嘅網頁代替，分本地市民同埋外來遊客。本地市民就以實用為主，外來遊客就以形象推銷為主。所有網頁可以用 AI 翻譯成為其他語言。第三，在收入低嘅地區提供免費飯，但係只限於以生存為目標嘅質量，消除唔做嘢就會餓死呢一個舊時代嘅觀念。任何人即使唔工作喺香港，都唔會因為冇食物而餓死，但係工作會令到你有更好嘅生活質素。第四，提供覆蓋全香港免費嘅低速上網網絡，以文字信息為基本，提供免費使用 802.11ah 或者低速嘅 GSM， 使每個人每個地方都可以免費使用政府 AI 服務。今次政綱嚟到呢一度就差唔多啦。如果有更加好嘅提議或者想了解，歡迎去我嘅群組開放討論。政綱講完，以上所講嘅全部都要時間，但係有一樣嘢係可以即時發生嘅，就係你嘅智慧。下一條片我會講解人類智慧基本嘅法則，由1+1等於1+1開始，重新教你認識數學同埋現實世界。呢一個先至係我參選嘅真正原因。有興趣嘅人，我哋下一條片見。係邏輯關係嘅探索。當呢個系統發展至微積分同埋線性代數呢啲高等階段嘅時候咧，就展現出強大嘅應用潛力，解釋咗以前解釋並解決咗許多以前無法應付嘅現實問題。最終呢一種萬物皆數嘅觀念，並喺近代嘅科學得到強力嘅支持。近代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取代咗以實際問題為中心嘅傳統觀念，並主導咗全球嘅數學現代進化進程。上面兩段好似好專業咁嘅説明，其實都係出自 AI 嘅。而 AI 講到俾你知嘅嘢，做乜要我用把口去讀出嚟呢？所以以下我會用翻中式嘅科學模式，以實用為主去講解智慧。第一章，初探知識和智慧，説明知識同埋智慧嘅目的。1.1 智慧同 1.1 智慧嘅兩個最重要功能。1.2 知識量 1.2 知識嘅兩個最重要功能。第二章，數學觀念，現實之中數學嘅極限。2.1 27.000001 cm 等於27 cm 啊。2.2 現實中一個蘋果加個蘋果究竟會係乜嘢？第三章，理解係一個詞。第三章，理解嘅4個類型，認識一個主觀、兩個客觀同埋兩個現實。
3.3 再講喺現實中嘅蘋果數學。3.2現實中一個非常重要而被遺忘嘅參數。3.3講解乜嘢係獨立運動。3.4獨立運動嘅30秒實驗。喺第4章智慧同埋幻想，徹底了解知識同埋智慧嘅形態。喺4.1嗰度，獨立運動嘅擴充就係交互運動。4.2點解天才會係1% 嘅靈感加上99% 嘅努力。4.3點樣進入最後嘅1%。第5章對與錯，對與錯的定義。5.1 99% 嘅人所認為嘅對與錯。5.2 1% 嘅人所認為嘅對與錯。5.3 不明確嘅選擇。第6章現在嘅對與錯同埋未來嘅對與錯。6.1 點樣理解現在嘅6.1點樣去理解將來嘅對錯。6.1點樣去理解現在同埋將來嘅對錯。第7章人類思考嘅基本結構，了解人類決策嘅模式。7.1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究竟係乜嘢嚟？7.2貪生痴嘅由來係咩嘢？7.3點解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第8章本質、謬誤、新解，重新認識人類理解力嘅局限性，同埋重新認識人類理解力嘅局限性，並回答所有嘅問題。什麼係冇答案嘅問題？8.1機率嘅本真。8.2相對論嘅新解，量子解。8.2相對論嘅新解，量子效應嘅新解。8.3符合科學要求嘅3個條件。8.4人類智慧嘅極限。8.5數學嘅極限。8.6乜嘢係時間。8.7現代嘅哲學同埋古代嘅哲學嘅分別。點解現代哲學只會令到人哋越嚟越愚蠢？8.8人點解會相信神？我會以呢9點嘅章節去教育香港人如何理解智慧係咩嘢。我喺度只會講出大綱。我打算選擇喺太空館演講廳真正公開。當然，如果今次傳媒仍然選擇低調處理我嘅參選，我得唔到任何資助，咁我會改為去另外一個有機會得到資助嘅地方公開。我對一個要我俾錢去逼人哋得到智慧嘅地方冇任何信心，亦都冇任何希望。我只會帶領一個已經有某程度上嘅文明並且渴望得到智慧嘅地方。我帶領唔到一個蠻方嘅文化。因為蠻方嘅世界只係需要武力或者權力，而唔需要智力。最後我寫緊呢一篇宣言初稿嘅時候，正正就係大埔雲福苑大火。我希望喺我管治之下，可以集大家嘅智慧，避開呢一啲原本可以防止嘅意外。祝願香港人可以得到一個更好、更有智慧嘅社會。好。